来，各位咱539的朋友，大家好！所来，咱来看卖一支推荐予各位的参考号码。会员朋友会记去看咱的会员影片嘛？欢迎各位加入咱的会员。首先，咱来看一个2024年，2024年11月28号，11月28號0520做伙開出來，0520做伙開出來下兩支，內底4位。內底11月30號帶0424，第二組2024年12月26號，來0520做伙開出來下兩支4月帶24，第三組2025年3月21號，0520做伙開出來，來下兩支4月帶34，第四組2025年5月2號。0520做伙開出來，下兩支4月帶04，上尾一組來咱今年4月20號，0520做伙開出來，下兩支來4月。來以上號碼提供咱539的朋友參考，會員朋友會記去看咱的會員影片嘛？歡迎各位加入咱的會員，祝各位攏會使順利中獎。咱下期再見面。